写予学生朋友的代志31，散乡的滋味。陈雷。1950-60年代的台湾，甲即马比较起来，是一个真散乡的所在。读大学的时，住学生宿舍，伫宿舍餐厅包食，逐日早顿食暗糜，配一角豆乳，也是一块印粿仔，兼差不多20外粒煞盐的土豆，暗糜煮甲水，袂止枵。无几粒米拢沉伫桶底，所以阮惯使用较糜后舍仔拉桶底糊米。有一摆，一个学生糊着一后舍仔重重，就是好康糊着一箍米，足欢喜甲举起来，圆圆一粒包鱼请，细鼎的章请，毋知要笑也是要受气。一个月加菜一摆，大家真期待。袂输等过年，加菜较像是一粒卤卵，也是一块肥猪肉，顶面一圆皮，中央一撮瘦肉。罕罕有时转来厝休假过年，坐上俗的火车，叫做慢车，为台北到台南10点外钟，逐站停，车顶腹肚枵嘛毋甘买便当来食。通到厝，枵阁忝，一工了去啊！总是阮迄时上界散乡的，毋是食，毋是穿，是头壳内的物件。空无社会常识，无知识，特别是台湾的知识。学校内教的拢是中国臭朴的古董，文言文、孔子、唐诗、黄帝。规日拢在死背食的物，不管文学、地理、历史，无半项台湾的。毋过，上界严重的散赤，是无做人的尊严自信。伫迄个外来政权戒严令时代，阮头壳内毋若散乡，而且钱足济无路用的粪扫。不过，阮迄阵有一项物真丰富。亲戚朋友厝边隔壁的人情，台湾人朴实中和温暖的人情，另外嘛也有草地清气的环境。